點解袁 Sir 個開場白講咁鬼多，話說明文有啲咩特色呢？因為如果考親說明文，你用我呢個說明文嘅速讀技巧，我哋可以超級快了解晒成篇文章嘅5隻字搞掂佢，每段看頭尾，即係啲中心句，你就基本上明白晒噶啦。第一段第一句即刻講咗重點噶啦，就咩啊？鹽對於任何人嚟講都係不可或缺，古今都係咁樣。所以第一段作者想講啲乜？4隻字搞掂，鹽好重要。跟住再睇，我哋都一樣，唔好睇中間，唔好睇咁多嘢。喺茹毛飲血原始時代呢，啲人就唔識得加調味料啦。我想問你，你覺得呢一段算唔算係一個中心句？呢個並唔係中心句。點解我知佢唔係？因為中心句係講緊成段都關事噶嘛。佢以前點點點，而家點點點，係咪應該即係話以前同埋而家都係佢想講嘅嘢啊？兩樣都係重要嘅嘢嚟噶嘛。咁我可唔可以淨係將以前嘅嘢講出嚟就話係中心句啊？唔得。咁點樣可以揾到呢？今次嘅中心句其實係最尾呢段，可見鹽和文化發展是息息相關的，呢一個先係中心句。